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市有一场的公有市场，叫做沙卡里巴。有这个摊商来表示，讲这场市场差不多有2/3的摊商违法来转为二次头家，也就是讲用正俗的租金，甲这个市政府租单位，再个翻倍转租给其他的店家，来赚中央的差价是赚真多。上届离经的，甚至才甲市政府租9000块，转一个手租出去，是讲收价45000块的租金，大赚5倍，真敢赚。这摊商向市政府来申请，市府是成立着辅导小组，要推出着配套的措施，要来管理市场。台南沙卡里巴公有市场是真侪在地人因为有上侪好食物的所在，不过有店家就来指出有2/3的摊商拢违法，用市府上俗的租金来租，再个花几啊倍的价来租予要做生意的店家。租金大约他们房东给市府的租金，大约是3000多块。那我跟他承租是13000。二房东交给市政府的均价，大概一个是1500左右。可是像其他附近邻近的摊位啊，都收到4、5万块。经营的成本变悬，互因感觉真生气。市府成立辅导小组来处理，不过解决的方案却互一部分摊商感觉无合理。大概是因为讲租金就较省，咱来这租来做看卖。但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不能因为说现在有任何的问题状况，而必须要让他去签署这个合伙契约书啊。对各个市场的一些转租的行为予以劝导尤其是有需要共同经营的，我们也提供相关的契约关系。市府有半年的宣导期，协调各地租户人的厝主和使用人，看是毋是会当接受继续经营、共同经营等等的方案。嘛，互一部分的摊商来话讲，为着要求生存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